的给阴谋。天那么溜的，从爱飞到那啥，飞到那啥，飞到老那啥变了，心都红，一代传走给思念。天那么尖的，短短两截，飞到那啥，飞到那真正的自由。黑暗的世界，黑暗的谈下，平坦的草坡泥，下坡以后母子，一年个一年，还更有给米汤，爱喊起的安的给抢了哭。好嘛，谁好嘛？那红鸟来夹个哟。拿动我！你走开啦！不要碰我！加油！啊！那红鸟夹啊！啊，现在夹谁呀？好嘛！你家家，也下係非常時期。你好妹，咩好學生？魏先生嘅好老公，也係好爸爸。魏夫人嘅好姑娘，也係好媽媽。唔管幾年前、幾年後，你是做咩改變呢？尤其係魏先生。我從心底內相信呢個事情。你說咯？姑嫂唔能為夫人要做好自家角色，聽說讓兒媳來過來。佢唔係錢多，買票最好嘅啊！買票係錢毛嘅防範。冇錯。買票會點落去，不過欠係最好嘅方法。阿你會改變晒。你講選舉以後，人希望廿八係廿八，一段時間，你為廿八生。唔係強樣。
刘飞伦，17岁，中辍。看唔起？唔係因為買年咩事，真中咯。这指甲油是我妈从德国买回来的，然后这一家它非常好用，它很显色，然后还保湿度超够。哦，我妈帮我擦的啊。你们自己挑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然后拿去。这个颜色超显白的，真的，它真的很好看。可以自己擦啦。先来我家，我叫我妈帮你擦。上爱去哦。无啦，那有可能，眼眼你较好呢。水好黑暗呢。我帮你擦，我帮你擦。真的。然后改天来我家，再。那你擦，抽看。啊，好啊。见面处。饭有书嘛？唔惊，那迄老先生讲。伊尾迄亲爱上大的迄年的，爱想本人欺负我，拄好伊记3年经过，人来天数听听，迄幕迄就惨的啦。唔用做在暗法呀？唔好暗欠啦，爱有无证据去做嘛该？唔好请来麻烦。咱做咧做好朋友啊。不过，迄个唔敢嘛骗你讲。标题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《野地众人村》。这个影片如果播到型男美女的粉粉上面去，一定会得到很多赞。唔敢。试看啊，用诶，爱做哪个好朋友，还可以会做捞赞女神呢。高总，尤先生啊，有教无类咩？有教无类，你做嘛迄爱咧啊？遐好上要做来读书，免个爱读9年生啊！哎，了解啦，连问题我就有老苏先生讨论过的。其迄苏先生无爱个学生的哦。注意你的用词，小心你的用词。俺唔迄歧视佢，俺迄时候哦，佢会影响到其他的同学。你暗用唔会歧视，该什么才是歧视？你做嘛迄爱啦？因为啊，全古风中学就会尤先生你啊，最有智慧能力、耐心啊、爱心嘛。高中相信啊，一定做得啦，以柔克刚。哦，用你的爱心嘛，好好教育两位同学，哦，平整的美丽与智慧啊。美丽与哀愁吧。尤先生啊，辛苦各位啦，会有代价的，哦。
俺要好好记得教众员讲嘅话，有教无类咩，劳累嘅累。会记得咯，不要张扬，因啊还会保护其中辍生嘅身份啊。尤其啊，唔办讲，还有嗰只米家家，迄个本假巴伫度啊，为我福搞带来麻烦啊。只有遐种可能，你还送到俺办风来。教育就会按用咩？随千万人，那还能会去哦。你自己擦，自己擦。哎，这蛮好看的耶，你自己看。你要擦什么颜色吗？还是你就擦这个？正翻了，花痴，不要被他外表骗。来不及了，已经被拐走了。好看的耶，要看到吗？你想要拿出来？好，你看，然后就是等它干。你要擦别的颜色吗？还是你要继续把这个擦完？怎啊给啦？你还手机加俺啊？你没有数给啊？俺冇办法爽命啊！懂奇怪呢。哇，那还嘛给啊？搞油面针哦，很甜呢。哇，好多正妹哦。哎，一弄，你要不要？来，走开，有没有兴趣？哎，明正，你们女生喜欢男生送什么东西？你要干嘛？还有，你就跟我讲呗。钻石、珠宝、鲜花、素果、香烛、纸钱啊！哎，我跟你讲认真的啦。我也是讲真的啊。可是你，用不会低呀？哎，你认识他哦？哎，你认识他哦？不算认识啊。老钟，老钟，今了后诶，动无汗无？哎，还没供用。有用啊。有先生好啦。哦，迄阵哦，小解啊。啊，两位吼就是刘通吼，伊的班导师，哦邱美欣老师啦。好，哎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这飞轮吼，就和我拜托你嘞，莫按你讲，应该的。动漫片呢。看机。来，拥抱一下。莫爱。有什么关系嘛？神父爱你啊。我记得咯 ，No can tell 嘛，啊。师傅啊，唔是笑啦，吼，好啦，来顺嘴。好好好，好，记得。来来来老师拜托。来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班上又来了一个新的转学生，他叫刘飞伦，我们掌声欢迎他。小静，刘飞伦，来跟同学自我介绍一下。上台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安静，安静。刘飞伦，
上台啊！哎，刘飞轮，刘飞轮，老师在跟你讲话，你当作没听到啊？魏佳佳，你也是新来的同学。如果之后刘飞轮在学校生活中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，你要负责告诉他。那他如果功课跟不上的话，你要多多协助他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同学，我们现在翻开数学课本刘同学，欢迎你。第98页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你干嘛这样昨天看我啊讲过的三角形。我不会咬人。一路，你不怎样？佳佳嘞？都没写嘞。佳佳，刷去保健室，快点！哎呀，佳佳，走了。天拉拜忙，骂啥停啊？莫改，资优生。好啊，無媽雞好咖啡。ngày mừng，唔新來，喺對哪來嘅？原按舊，就會冇人了解哦。用嘅，講來蠻耐講嘅。你未清楚，唔喺對停，行喺平遙啊！魏佳佳，唔好硬捱，係咪唔算慘？唔過，是冇睇古仔。你用嘅古仔？我看到嘅事情就古仔。唔按兩妹，迄本妹都切開。趙先生，你辦好我錢類嘅做好實喎，人哋空類嗰種唔是辦牌喎。雖然講嘢慳死人哋哦，空嘢嚟嗰雜數啦，啊唔過佢空類哦，嗰種已經17、18歲嘅。
就较早熟啊。你最近是七岁嘞？真是17岁啊！佢做埋寒吞半年前啊！王爷先生，老实人讲，刘皮伦佢迄种错生，不过俺无想影响到同学，姑叔，拜托莫管后生弟。我弟啊，我冇讲嘅，杨兴鼓励学校读书啊，真是咧无简单啊！最近嘅无简单啊！不做邱先生，要好好把握个机会。邱先生唔系一切都当上会强调怎去读书教书。要做学生呀，唔系当伊都读会到的，好好教，无听错，还做个顶下嘅教学自立上尾加一条咧。邱先生，你想去转去读书啊？我感觉压力一好啊，同学啊规定一下，又冇直升机家长啊。多谢苏先生提醒，我听说要杀忙大兵，开起来各有个经验，绝对有尾像有着的先生哦，枪袂杀。下个指引，就要确定9年生同学的升学率，还要带领同学参加全国科展，拿到冠军，任重而道远。先生的经验，唔像迄成绩天天。也是啦，同学的人格哦，没几重要啦。我连做先生的哦，实在无简单。唉，永远的地方我就有争执了。按之前人嘅天数，也迄个面村老葱条钱嘅 V 嘎嘎，迄四对条，你应该知的啦。顿欢喜老你做朋友。你当无礼貌诶，对嘛个对，无一句算的啊。唔但枪你自己发情诶，面村咩黑啊？你看面村，看到帅哥就想黏过去，你看唔差去盘根销哦。你这讲哪个啊？身体强。大志，你不要乱讲啦，明春才不会喜欢那种男生嘞，他太瘦了哦，会被明春打瘪。哦，跟俺太久，就会面村去吹咯，还面去吹。莫大莫多耶。你弄，你在干嘛？我在选鲜花素果，还有钻石。一怒，你有谈过几个传说吗？什么传说？没有啊。有嘛该传说啊？几个传说多了，谈讲啊，佢20岁嘞，佢在便利店里很可欣赏布摊，打到佢很唔甘，谈讲佢汉子公人哦。佢有持公人，有样冇？俺用弟啊，都会谈讲的啊。谈讲哦，佢俾青苔哦。见面村，你幸福的呐。你真眼光莫大莫多耶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沈医生辛苦了。他那个真的很大吗？我的也不差啊。这样才不会站不住。幸福了，幸福了。报告。来，
2025種做得講一種數字夾無？說唔定。你今日咧是當樣嘅？同好啊，同好都同照顧愛。計劉飛倫咯。今日同好啊，今日唔會查。比格格，你老唔條擺學校無強用，迄講有人欺負你，聽錯我講哦。什麼先生？還有，較注意着誒。喂，我是青蕾。刘先生，一输后牌啊，出到一种贵牌，没出到一种无头 S。上海狗，坐下來傾下。高總啊，係想去省搶經費，啊，同英文教室哦，放一台新嘅鋼琴。啊？你根本就黑马你呢？哎，你根本用的做没去用方圆啊？啊？英文教室嘅風琴啊，溫單槍槍嘅呢。冯燕先生啊，唔知做嘛该提出按图做的发展嘅校园特色，咪使答应你成立合作团。V 度嘛嘅啊？因为啊，搞生意的创果唔是事前的。哎，打棒球啊，我买棍的咩？弄石，我买石的条啊。可以发展传统乐曲，就会买乐器。搞生意创果的，那该就唔是啊。唔過高總啊，英文教室嘅風琴啊，已經快到溫單槍槍嘅咧。人哋講啊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啊，連一台鋼琴都冇，啊，硬嚟咧。冯燕先生，唔爭啊，可能唔知啦。你啊，山地坡嘅學校，無學生嘅，無先生，無經費。你講啊，做一個合唱團係簡單嘅事情，捱到用費等到唔來，真係做好。V 哥哥阿爸講乜嘅事情我都會支持愛哋啦，愛哋都一起咪啊！千萬不可啊！千萬不可啊！那人嘅手段啊！像我哦，我可以再去樓會當哦，偷一些嘅東西，將來就唔掉拿去偷嘅自己啊！佢哦，迄個講嘅本來挑唔知冇。跟總話嘅，行政層面哦，總都安排嚟分享 V 哥哥啊。場面總係要做嘅嘛，你要做人嘅道理啊，啊！所以啊，馮燕先生，談下嘅啊，高中哦，相信好好加油啊，一定可以的，哦。
全部都翻枪枪的，都还有会谈啊！先生，你用会嘿？就要等难去吧。我明天要煮饭了，实在该。挨落看啊！唔会咋？唔会呢，挨抢尾谈。真移动洋葱呢？讲话咯，实在找过啊！你对枪我会听都无啊！按菜糕，计先生量还上落啊！来通讲，迄刺交伊掉落的。因为伊个人生意啊，够单纯，够无本沙比有影大。也嘛咧沙比哦，够复杂，所以先生要需要本天生嘅灵魂沟通。你咯？唔报道嘅嘢，硬喺度报道咧，唔轻有歹睇喎。因为啊，你中意姑父嘛？挨讲挨中医，信无？信啊，做乜嘅唔信啊？其实挨一起都无关。很懂农事。总有在老骗人讲哦，无同好要动脑癌，挨去上好了。伊也唔管，做乜嘅人要做嚟读啊？迄比哪妈咩？阿爸身体无歹好，挨上脾气。很友好啊。专心一点。校长室报告，魏佳佳同学，请速至音乐教室报到。魏佳佳，快去。好。哎呀，伟东啊，无，你啊按规矩做事，证明做得出。教总啊，好家啊，为什么他冲团？你又唔能眼光？为嘛该搞本来啊？啊，李先生，你真是可以给吼有行动力嘅企业家，我特别爱你合创团哦，感谢李先生。无啦，伟东啊，按规矩讲起哦，挨着总得数哦。教总，矮啲，政治中立，错冇？唔过啊，你也讲起啊，唔兴挨爽嘅，迄家家家本好高嘅，车，教总，因为我看到冯源先生早风琴早唔好，来想讲请爸爸留钢琴搬来学校帮合唱团用。唔免个要求嘅啦。真嘅唔係，迄家家哦，我係講合唱團哦，無權好咧，肌肉動勢哦，咪就天天啊，唱人版權。唔過有一紮細細嘅要求。冇嘅要求啊！按用讲有叫我支持，不过我当真想我嘅钢琴，除咗冯源先生，我唔盼你本片嚟弹，故说
你做底做合唱团嘅班长无？你做嚟谈到嘛个长度啊？当然先生，该哎，搞错，唔是敬总啊，就讲你假嘅咩？啊，滚啊！同学们，要不要跟魏佳佳一起加入合唱团啊？看到冇？数下来啊！我就呛死老佳佳同学，加一下嘛。好。因为他时时都在讲嘛干咯，莎莎是宝啊，可以做晚岛呀。是吧？飞轮都勁，呢啲花都唔公呢。是。你这边好搞样板？係做啲樣板。你發現買個 TPS 機嗎？有一個細妹誒，會加我好友，按你算 TP 嗎？哦，飛輪帥哦。上東有呀？你諗啥？莎莎是寶去做晚島，下階段。所以講，加你好友嘅細妹係馬莎咯。
拢爱间房，这就是母语害无？你眼不卡，我现在就现在。钢琴送到学校高中同分去吼。嗯。自甘有喏。同好都同中医啊，都会用摕嘞。系啊。唔是紧张哦。不过要输啊，上到安讲，汉白无钢琴好弹的，很大声啊。唔会真紧巴到，送台钢琴，就坐在人夜班来到县票。无喏。哎呦，安讲啊，献技啊，像迄数万年的心系唔拉嘅。有显阳，听说本对手致命的一击。贿选啊，丑闻、绯闻，所有做对本对手输给惨惨的东西，全就会清出来。你都在想一个嘛个？你同廿八号，假做掉嘛个啦？你讲有丑闻，就清出来。迄讲无，就灭出来。自家有水产用来买。同学，合唱跟独唱是不一样的。合唱讲求的是合作的精神，所以绝对不能有特别突出的声音。所要求的是声音的和谐还有圆润。一怒，有，就是在说你。我唱得很好哎。你唱得非常的好听，不过呢，合唱团不是个人演唱会。唱那么好还要被骂哦。你们自己先练习。来，一诺，你不能只顾唱你自己的。要收敛一点，要懂得听别人的声音。我有听啊。要用心去感受，去感觉自己的声音在团体里面是不是真的和谐。那怎么样才算和谐？总之，不是像现在这样就对了。
那是怎么样？老师想一想再跟你说。那你要赶快跟我讲哦，这样我才可以和解。先进去练习吧。好。进去站好。不行啦，我要看声才可以唱歌啊。合唱团第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学会合作。进去站好。那我可以站外面一点吗？可以。好好。是男生太少，声音太小，看来还得找人呢。伪造文书做得判多几年了？你在总眼看？你做乜嘅签名台词嘅名啊？来留去台版啦。签片嘅名係有吹嘅，唔知無啊？我講那個啦，先生喺上門啊，叫我講啲合唱團嘅話。我真的很衰耶，唱那么好听还要被念。那就退出就好啦，反正合唱团那么娘。可是唱歌很好玩呐。是因为你没有魏佳佳吧？这色胚。明明就是我先进合唱团的，说不定佳佳是因为我才去合唱团伴奏哦。怎么可能啊？脑袋进水哦。很难讲啊。一怒，你醒醒啊！是被下咒语哦。魏佳佳是魔女哎。你再这样乱讲她，我要生气了哦。真的是被鬼遮眼了啦。莫名其妙。我听说庄念姐要加入合唱团哦，啊，这样就变娘娘天团了。没礼貌。So what？ 8年2班魏佳佳同学，请到导师办公室报到。8年2班魏佳佳同学，请到导师办公室报到。教练过，若会看见吼，含做咧教记久。做卖拄好，有就要去请出来，无就要去灭出来。刘先生，前边家做个理发师先生，去听宋祖人向我教啊。唔按脑记，来老唔咩杀记。怎么了？安尼？安尼？呀，妇女来咱客人啊，边呀需要的服务，出场了嘿。我勇敢吗？机器妇女，就去老先生讲。关键没用讲的，没用冲的，去行通。只有勇敢面对颜色，才有改变的可能。没有谁能够保护谁，只有手牵手闭上脸，用锐利的眼神看向前面。爱成功。